们现在讲普贤行愿篇啊，就是今天讲普贤行愿篇。这个普贤行愿篇，还没有正式开讲之前呢，也跟大家就是要求发愿啊，就是要求大家经常发愿。发愿的方式呢，曾经我们讲远海精髓的时候也说过，就归纳起来，就是按照上师如意宝的这个也可以说教言吧，就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所有的10万大愿就包括在这2条里面。如果这样呢，也比较方便，比较简单。我们经常哪怕是自己念经啊、参禅啊、磕头啊，心持任何一个善法，就是做回向的时候呢，也这样发愿；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也这样发愿。这是我们平时作为一个修行人呢，不可缺少的。不知道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有时候经常呢，就是需要值得提醒自己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啊，无助烦恼非常这个昌盛。在这里独立自主的面对各种烦恼呢，不是那么特别这个容易的。所以呢，时时都需要就是上师们的这个教言啊，就是时时都是需要就是提醒自己用正知正念来摄持自相续，这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要真正自己的心就是与这个善的方面专一的话呢，就是最好是经常这个学习佛法和修行啊，就学习佛法和修行，就这2个很重要的。学习佛法呢，我们经常就是讲就是应该有生之年当中，就是尽量的就自己就是看书，或者说听课，或者有能力的话呢，给别人这个哪怕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是也做这个讲经说法，以清净心呢，不是以傲慢心就是我当一个法师，我给别人宣讲我如何如何了不起，就是不是这个心，应该是一颗非常清净的心我得到了佛法是那么殊胜的。其实很多人呢，在我们这个身边还没有得到这么殊胜的佛法，我应该以清净的意来就是传输给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功德也非常大。就我以前看过那个好像唐代的时候吧，有一个法师叫做是那个道昭就是大师道昭大师，他有一个安乐记的这个相当我们那个讲了一些关于这个极乐世界就往生方面的一些这个教言，这里面就是讲了，就是说是有2种人呢，就是得无量无边的这个福德就是得什么这个得福无量无边的。何为2种人呢？就是说是一则乐所发人，一则呢就是第2则的话呢，就是利听发人就是乐听发人。也就是说呢，就是整个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2种人的这个福德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那么何等2种人呢？就是有一个呢，他特别乐于宣说佛法就是他特别喜欢说佛法。那这种乐呢，并不是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这个讲课的话，那可能有一些收入以后我得法师的话，那至少也是我的生活可以保障，就是所以以这个发心来这个讲课呢，那这是不是这个清净的心？那么我刚才讲呢，就是佛法特别好，就是应该让这个很多的众生需要就是得到这个了解和接受，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这是一种这个乐说佛法，就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乐听佛法。乐听佛法的话呢，就是有意了，就是听说佛法以前我们藏地很多特别好的一些就是大德他们呢就是有些没有就是特别到外面去讲经说法，但是他自己一直这个听说就是听说很多法师面前呢他就是听这个深深的这个佛法，就是自己觉得一天不听课的话呢，好像这个
觉得这个生活就不充实啊。就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在家居士当中呢，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啊、光盘呐、还有这个以各种这个途径呐、就是就才开始这个文法呢，就是很有兴趣的。其实这两种人真的有这个非常大的利益啊，就是法王如意宝这个有生之年啊，也可以说是终身当中就为大家最重视的什么呢？就是讲经说法。就讲经说法，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后面的就是作为就是上师如意宝的这些弟子的话呢，就是心里面就是非常的明确就是应该有生之年当中就是听说这个佛法和讲经说法呢，就是在所有的行为当中是最有意义的。当然，如果你闭关实修就是永远的是就是把这个自己的分别心呢，就是融入于这个佛教的这个大智慧当中的话，那当然是这个是最好的。但这个作为我们有些人来讲，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总而言之呢，我们经常呢就是需要就是发这种愿就是发这种愿确实这种发愿呢，就是制止我们的这个恶性，制止我们的这个烦恼就是比如说你听课听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的话呢，至少也是不会有就是特别强烈的这种烦恼。就强烈的烦恼，就是比如说我们烦恼当中是贪嗔痴是非常这个可怕的，但是我们这个听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最多是可能有些人就是有点疲倦有点就是大瞌睡这个是也不算什么特别强烈的愚痴吧，就是不像那个生邪见就是那种。那么这个贪心和嗔心呢，就是在这个听课的过程当中不会有。我经常这样想，我不断讲课的话呢，至少我在讲经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不会有就是特别就是严重的这种烦恼。就是制止这个烦恼的话呢，在我的人生当中就这一段经历呢，就是应该是很精彩的。就是因为我这一段，比如说我在2个小时当中呢，就是开头和结尾呢，就是念经就是没有这个生烦恼，就是中间讲经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很清净的这个意乐。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听课的人也是同样，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的话，那就是很难就是保证就是我觉得是作为凡夫人呢，尤其是如果自己就是非常放荡的话呢，就是确实是在短短的2个小时当中，也不知道造了就是多少业就是造了多少。所以我们这个心持善法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方法就是有一种方法勤修善事的话呢，那么就是不会就是产生这个恶行。所以《毗蓝耶经》当中也讲了这个什么就若勤善事就是若勤这个修善事，罪恶心不起。就如果行是善事的话，那就是罪恶心不会起的。然后这个欲福不勤者，心边呢就是造作恶。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福德对善法呢，就是没有精勤的话呢，那么就是心就是一定会会这个造作各种各样的这个恶业。因此我们要求大家就是每天都是尽量就是至少也是念1遍就是普贤行愿品。我们学院里面上课的时候经常念的，但是不上课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可能就是没有这个习惯出去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都没有这个习惯。但我想呢，像普贤行愿品那么大的这个功德的呢，只有这个最多是10分钟就是完成最多是需要10分钟。那么这个时间当中，如果你能念诵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所得到的功德呢，应该说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希望呢大家应该就是通过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善行来这个就是增上就是这个福德就有些人认为我们这个学佛的人观空性不需要就是什么积累福德。其实现在不学习佛法的人呢，就是还是这个趋色的这个智慧没有。趋色的智慧没有的话呢，就是很多这个行为呢，就是不如法就这一点大家应该会明确的。就是所以通过这个学习以后呢，就是真正了解就是佛教当中所说的这些意义。